先来关心一件上新的消息，总统赖清德本地顶个月2日要去访问咱的友邦斯瓦蒂尼，却因为中国施压，有3个国家是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。地苏总统伫咧要出访的前一天，向来宣布行程取消。不过头拄啊6:20分左右，赖总统伫咧面册铺文，讲伊人是已经平安到斯瓦蒂尼啊。 为面册相片，咱会当看到讲，总统专机到地，人是徛伫咧机舱门头前，一手致意。边仔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平安，佮外交部长林佳龙。赖总统表示讲，出访因为外力的阻挡来延后，总算伫咧今仔日是顺利到位啊。期待这座访问会当继续深化两国的邦谊，促进国际合作。总统嘛特别感谢斯瓦蒂尼，唔惊外交和经济压力，坚持来挺台湾。总统阁强调讲，行向世界是台湾人袂使互绑架的权利。